国大使将维吾尔人比作恐怖分子。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将东突厥斯坦关押的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群比作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把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与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进行比较。他说，美国是用导弹和无人驾驶机来攻打恐怖分子的，而中国则试图对恐怖分子进行再教育。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对中国大使作出反应，并说，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实施了事实上的占领和系统同化政策69年，而中国则利用该地区的财富，并希望摧毁该地区的穆斯林土耳其人。他继续使用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作为压迫的理由。这片领土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家园，我们的祖先在1000年前把它留给了我们。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这些不人道的做法。中国产品发现间谍芯片，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的间谍芯片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最近，几乎所有的中国产品都被认为有隐藏芯片。去年，俄罗斯海关官员检测到了从中国进口的电器设备和白色家电中装有如 GPS 和录影机等间谍硬件，这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伊斯兰合作组织与中国会晤。伊斯兰合作组织将与中国当局会晤，并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和北非的事态发展、非成员国穆斯林的情况以及仇视伊斯兰教等各种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该组织代表团今天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前往中国首都北京，将与中国当局会面，讨论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欧盟警告英国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可能形成自然边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史纳斯说，如果英国坚持硬脱欧，北爱尔兰和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将会形成自然边境。印度警方逮捕61名罗兴亚人。警方在印度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印度孟加拉国边境逮捕了31名穆斯林罗兴亚人。与此同时，星期一晚上，另一组30名罗兴亚难民，其中包括12名儿童和9名妇女，在邻近的阿萨姆邦被逮捕。当时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前往古瓦哈提。